呢兩架飛機叫 Betsy 同 Nikki， 係國泰航空最早為香港服務嘅客機，象徵住香港航空業嘅起飛。國泰咧係成立於1946年，當初咧係由兩位退役嘅空軍機師 Roy Farrell、Sidney DeCenza 成立嘅。咁首航嘅航班咧就係由悉尼經香港去到上海，為二戰後嘅中國咧送上需要嘅物資。國泰英文名嘅來源啦 ，Cathay 咧就代表咗古代西方對我哋中國嘅一個好有詩意嘅稱呼。另外 Pacific 咧亦都代表咗我哋創辦人當年對於飛越太平洋嘅一個抱負。而中文名咧國泰咧係寓意國泰民安，希望咧為我哋嘅旅客咧送上吉祥嘅祝福。國泰成立冇耐，太古集團就進行收購，擴大機隊。1979年引入波音747客機，建立國際長途嘅飛行網絡。1998年由啟德機場搬遷至香港國際機場。國泰仲先後4度奪得航空業界嘅奧斯卡 Skytrax 最佳航空公司嘅稱譽。我哋喺2021年轉型成為國泰集團，涵蓋咗專上嘅旅遊生活4個範疇，包括國泰航空、國泰貨運、國泰時尚生活同埋香港快運。咁我哋香港同內地國際嘅網絡咧，都係涵蓋得好廣闊。喺今時今日咧，我哋已經有全球超過100個目的地。我哋嘅願景咧係希望成為我哋顧客最喜愛嘅服務品牌。下一集會睇下國泰專業服務嘅發展。